今日即个平安，环境的变迁困苦，也是咱肉体的软弱，也是天气环境的变化，拢袂当阻挡咱来到上帝面前敬拜、服侍。真欢喜，咱今仔日通伫遮三个来敬拜，请咱来看圣诗165首，圣会独一的地基。第3节的歌词，虽有世人的讥刺，讥刺，用我迄个第3节，依原是第3节，同尾仔蛇享受安宁，平什么？毋是平定哦，平定，好，平定。所以，请咱注意平定。好，来，咱来吟第1节。灵会独一的地基，是主耶稣基督，对主真道来坚定，生命永远天国，对天降临社会，追逐献给新娘，应会应听来美，提示伫地面上。请咱过来看202首。通世界归主耶稣，歌词拢真好势，无特别，互咱会发生困难的所在。咱来吟第1节。第1节，请。通世界归主耶稣，一句罪人飘过。无论关山甲大海，拢归你归主。通世界归主耶稣，全人类着拜伊。无论价市甲山野，全世界拢归。第1节，搁一遍。通世界归主耶稣，一句罪人飘过。无论关山甲大海，拢予伊归主。通世界归主耶稣，全人类着拜伊。无论城市甲山野，全世界拢归伊。咱要继续看一首215首，今日圣餐的时阵，咱要吟的耶稣身躯替咱定死。215首，咱依原吟第1节。耶稣身躯替咱定死，白命传授奥妙道理，宝血流出，为救学生，葡萄红茶代代表明。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
耶和华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摆热我的心，往你的圣殿来敬拜。耶和华，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请咱三甲的吟诗，圣诗165首，圣会独一的地基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圣会独一的地基，是主耶稣基督，对主真道来坚定，生命亮光天空，对天降临社会，最主献给新娘，并回应听来美。天时地对民酒，大歌手调手主见，正最一体共看，爱给分行这圣洁，当心心主来话，多一生命难成好，享受天的。三更望大希望，所受稳定自由。虽有世人的激情，有时多着扰乱，有时大家三分离，变明真理断，心望看出。高声归拢得胜，永受安宁平定。圣归生命的对象，连在三位一体，小主归拢的朋友，家主交陪无退，咱对情义。请咱议员徛伫，咱三甲来共读新的诫命。请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诫命互恁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请咱三个来交托课文，课文第一篇，课文第一篇。请咱三甲来启用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坐侮慢人的位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伊的叶也袂打去。歹人毋是安尼，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。
因为耶和华在义人的路。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愿感谢有你。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独一真上帝。你的作为遍满穹苍，你的慈爱爬过全地。你互敬畏你的人，尊叹你律例的人，听你的话，搁照安尼去行的人，通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恩典甲慈悲要缀阮一世人。主啊，阮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免得阮得罪你，免得阮离开你。主啊，求你互阮通亲近你，阮爱听你的声音。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，做阮路上的光。天甲地虽然会废无，你的话却永远存留。但回顾过去2年来，全世界受到病毒的侵害，有死了2000多万的人染疫，有587万的人丧失性命。这是何等互人惊吓的事！人类的生活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，各行各业的萧条，生活特殊的变动，这个地球哪亲像要停止震动？主啊，愿只有迫切恳求你的怜悯，或这个伤害紧紧过去，恢复全人类的健康、生活的特殊、经济的活动，通继续过去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、富足的生活。今日阮伫礼拜中要通过圣礼典甲主耶稣三角节祷，照主的教示，用八饼临杯来纪念主耶稣十字架顶的牺牲、宝血的流出、救赎的完成。也要伫礼拜后召开好会来算小主的恩典。怎样伫疫情遮尔严重的中间，也要阁享受丰盛，互教会毋但无欠缺，甚至超过阮所求所想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但恳求圣神继续伫阮中间来充满运行启示，互两位牧师带领正中一同工正会友，三角同心协力，导无上帝国的事。广传福音，关怀社会，造就正圣徒万民皆祭司，完成主所交代的大使命。愿伫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落圣乐队要献的诗歌是“主你圣饼为我背破”。
请咱来看圣经。圣经记载伫阿摩司书第5章20到24节。圣经阿摩司书第5章20到24节，伫咱周报的后面伊原有登录。首先，我用台语来读一遍。第5章21节，我厌恶看轻恁的节期，也无欢喜恁的严肃会。恁虽然献烧祭甲恁的素祭互我也无欢喜。恁献肥的精生做社温祭，我也无要感纳。着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，因为恁弹琴的调我无要听。独独着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，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。我搁用华语读一遍。第5章21节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看你们用回处献的平安祭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琴瑟的乐曲。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以上愿上帝的话祝福予咱。咱来煞接要请志美牧师来讲道。今日所为咱讲道的题目是“助力性命为我”，英神益一的团契生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一个热切爱你的心，让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回应主你。恳求主你今天依然用圣灵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，在你的圣礼典里面，主，我们切切实实的感受到，主，你喜悦我们，你接纳我们，你爱我们。我们这样的同心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仔日是合堂的礼拜吼，所以啊，用我继续用台语来，用华语来讲道。今年其实是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。好，今年是马偕来台湾宣教150周年。马偕不只是一位跨文化的宣教师，他是一位跨文化的宣教师啊哈。他起初来到台湾，还受到许多人的排斥。在150年前，台湾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还是比较排外的哈，比较排外的。所以呢，当马偕来台湾的时候，他受到许多人排斥、辱骂，甚至于他还被泼粪，被泼粪这样子。若不是上帝的呼召，若不是上帝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怜悯，我们到现在，或许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福音，我们或许还活在世俗的忧虑，活在只知道不断竞争。在竞争的过程当中，又充满了许多的不安，因为我们都很怕被甩尾，很怕被这个世界淘汰，更甚至于我们会活在当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会往哪里去的那种恐惧感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上帝，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一个人呐，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一个过程当中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会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价值，我们对人生所有的疑问都很难找到一个解答。今天的先知阿摩斯他在某一个程度上也算是一位跨文化的宣教师。怎么说呢？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王国，自从所罗门王之后，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。南国犹大他们在敬奉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信仰上面，可以算是仍然是以正统来自居。虽然他们最后仍然走向失败，但是从以色列整个历史上，我们可以来看，这个南国，即便他们在走向失败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仍然在这个信仰上努力的
试图的要坚持住这个信仰，他们仍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挣扎的痕迹。但是分裂之后的北国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北国自从被分裂以后，从分裂的一开始，他们就理所当然的去拜偶像，他们理所当然了把自己原本的独一真神上帝的这个纯真的信仰，跟外地他们当地的宗教混杂在一起，真的是一点顾忌都没有，一点顾忌都没有。阿摩斯他生长在南国，他是南国出生长大的人，但是上帝却呼召他要到北国去宣告上帝审判的信息。就像我们最近就是之前阿摩斯之前的那一卷书读的约珥书，在约珥书里面我们会看到上帝审判前必会出现一些兆头，一些真相，让人们得以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能够悔改认罪。然后呢，在约珥书在阿摩斯书里面也应许说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因此啊，不论是之前我们看约珥书有讲到蝗虫的灾害，对不对？蝗虫吃尽了一切的农作物，不论是蝗虫的灾害，或是瘟疫的疾病，或是令人感到扎心的那些审判、严厉的指责，这些现象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在 COVID-19 的这个疫情，这些瘟疫，这些现象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诅咒的一个现象，但是呢，这些现象其实是上帝怜悯恩待的记号。怎么说呢？上帝让我们去看见这些现象，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悔改，能够归向他，并且能够紧紧抓住他。要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以前，我们可以得恩惠，得救赎。分裂之后的北国仍然叫做以色列，虽然他们已经背离上帝，厌弃上帝的训诲，但是上帝仍然爱他们，试图宽恕他们，医治他们背道的病。也像我们读何西阿书一样，从阿摩斯书第2章后半段，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。如果最近我们这几天有跟着读经进度在走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什么？我们会看到在阿摩斯书里面呢，他说他们富足的人拥有许多房屋，有钱人富有的人没有问题，上帝也乐意赐下丰富的产业给我们。但是这些富有的人怎么样呢？这些富有的人啊，富有到他可以在北方，他有房子在那边，到天气很热的时候，他到北方去避暑；天气冷的时候呢，他在南方也有房子。冷的时候呢，他就到南方怎么样取暖，就好像候鸟一样，有房子可以让他南北这样子跑，这样。好，他们是这么的有钱，这么的富有。他们呢，也在祭坛上预备了上好的牛羊献祭。但是，就像今天经文21节讲的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为什么？问题就在于这一些富有的人为富不仁啊。他们即便这样子献祭，按着节期献祭，按着11奉献，按着丰丰富富的献祭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把贫寒人践踏在脚下，他们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，他们剥夺了他人，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嘛，越来越富有嘛，大者恒大，他们就剥夺了他人可以发展的机会。因此，上帝借着阿摩斯说：“想望耶和华的日子的人啊，有祸了。”也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前面2节，19节，5章19节，阿摩斯说：“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这些人有祸了。什么样的祸呢？真的是祸不单行啊！我觉得圣经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丰富，富有画面。5章19节这里说，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好像人为了要躲避狮子，
转头转到另外一条路上，哇，却遇见了熊。好像人躲避狮子，却遇见了熊。然后呢，好不容易跑到家里，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，还在那边还站不稳，还在发抖，要扶着墙壁的时候呢，墙上有蛇爬过来咬住他的手。19节说，好像人躲避狮子，却遇见熊；躲进房屋，在惊惶中以手靠墙，却被墙上爬行的蛇咬住。这就是想望耶和华的日子的人有祸了，就是这样，会祸不单行。因此，在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在周报后面我们都有。我们从21节读到24节，我们就读我们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，我们用华语，我们一起用华语来读，请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琴瑟的乐曲。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上帝的恩典会先临到他所喜悦的子民的身上，相对，上帝的审判也必从自己的子民开始。两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？这句经文算是在阿摩斯书里面的经典名句之一。以色列对上帝阳奉阴违已经行之有年。我们之前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，我们说在何西阿书里面，他形容以色列的子民是什么？是个淫妇，对上帝不忠的淫妇。所以以色列对上帝阳奉阴违真的是已经很久，当他们分裂之后就一直是如此。如今我们呢？当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或者是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上帝的话是活的，上帝是习在、今在、永在的上帝。上帝一直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。他透过圣经，虽然好像我们讲说已经完稿了，已经出版成书了，已经就是固定了，但是呢，上帝的话是活的，是新的，一直不断在对我们说话。如今我们这群耶稣的门徒呢，我们对上帝的话语，对于圣经，如果以现在的时空背景来讲，我们要说完全不了解上帝在说什么，完全不了解上帝的心意，那恐怕是自欺欺人。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主日的讲道，每一个礼拜都有查经祷告会，每一个礼拜我们在团契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在团契里面也有经文的分享。我们甚至于在现代非常的幸福啊！现代的门徒基督徒非常的幸福，我们有纸本的各种出版社的，基督教出版社的一些读经教材，甚至在网络上有许多的一些读经的讯息、查经的讯息。至少，可能网络上的讯息有时候太多，让我们很难去分辨什么是正统的。什么是可能是有一点趋近于异端，甚至是异端的教导？那没关系，至少在教会，至少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，只要我们愿意不断的向上帝靠拢，只要我们一直不断的愿意向上帝靠拢，我们就应该一定可以渐渐的明白，上帝到底喜悦我们做什么，不喜悦我们做什么。当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越了解的时候，对圣灵的提醒就会越来越敏锐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圣灵的感动，可是圣灵的感动是根据什么呢？圣灵的感动绝对不会违背圣经，绝对不会违背上帝的话语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难分辨，这到底是圣灵的感动，还是我自己心里想的？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上帝的话语，而不是有一些人就是圣灵的感动，感动什么，我想到什么，那就是圣灵的感动。千万不要把所有属于你自己的感动，给它推脱成说圣灵的感动。好，
所以，当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越了解，我们就越可以敏锐的察觉，这到底是不是属于圣灵的感动。如果我们确定了，那又有一个问题了，问题又来了。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在自己的欲望当中，也就是世界的价值观，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世界的价值观不断的会一直进到我们的心里，进到我们的脑海里。我们要如何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圣灵的提醒当中去做决定？我们是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呢，还是愿意依靠信心，借着圣灵的带领，在信仰旅程上，我们愿意向上再冲一波？不可否认啊，不可否认，其实包括牧师也是有的时候会这样，毕竟我牧师也是人嘛。不可否认，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在我们自己觉得安全的范围里面去做选择，即便有圣灵的感动，但是如果一旦跨过了我们的安全范围，超出了我们感觉到安全感的那个范围里面，我们可能就会再说吧，再等一下吧，再等等吧。不可否认，我们难免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情况。纵观整个教界的发展，基督教会的发展，以我们台湾北部教会来说，大者恒大，大型教会自然会拥有许多资源，也拥有，既然它有很多资源，那当然它就有很多吸引其他更多资源的那个能力以及魅力。那么小型教会呢？小型教会就总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啊。然而，大型教会就一定是受祝福、想望耶和华日子的群体吗？小型教会就代表是受咒诅、要躲避耶和华的日子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弟兄姐妹，不论是蒙福还是咒诅，绝对不是看外表而已，因为人看人都是看外表。但是耶和华却是看内心。就像今天的经文说：“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；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。”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解释，就是不论我们颂赞的诗歌唱的有多么的澎湃，多么的热情。不论我们所预备的聚会有多么的精彩，不论我们的服事有多少人来称赞，不论我们的奉献有多么让人觉得哇惊叹，但是这一切若无法容神益人，一切都是枉然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里有说，无论我们要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。我们所做的不是要求自己的益处，而是要求众人的益处，这很重要哦。就是我们用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新生命，我们所要过的就是荣神益人的生活，是为了要荣耀上帝，利益众人，是为了要荣耀上帝，而非荣耀自己；是为了要利益他人，而不是为了求自己的益处。或许荣耀上帝，我们觉得OK 荣耀上帝，但是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变成荣耀自己。当我们一直在利益他人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家说胳膊是向内弯的嘛，好，有一句话说胳膊都向内弯啊，怎么都一直给别人，那我们自己嘞？难免我们就是会这样想，因为这就是世俗的价值观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最终只看到自己的需要，如果我们只是在意自己所得的荣耀，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在上帝的面前一一的受到检视。有一句话说，牛看到北京嘛是牛啊，台语牛看到北京嘛是牛。华语的要直接这样做直翻，就是牛迁到北京还是牛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说，你这个人不管到哪里都不会改变了啦，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啦，顶扣扣、硬邦邦都不会变，一点都不知道变通，也都不会改变这样子。
我唔知影你会认同这句话无？牛看到北京也是牛啊，这句话大家认同吗？但是牧师要给你们打脸一下，真歹势，我说要给你打脸。其实，身为一位基督徒，真的不应该认同这句话。身为一位基督徒啦，真的不应该认同这句话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怎样？都是新造的啊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应该要牛看到北京也是牛呢？所以我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世界的价值观跟我们基督信仰是，它那个张力，它那个拉扯，其实真的是很大的，真的是很大的。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真的是不简单呢。我们要给自己拍拍手啦。只要我们愿意为了主改变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意志去向主靠拢，用我们的意志去戒断过往我们那一些背道的瘾。即使我们只有进步一点点，或者是即使我们就是前进3步后退2步，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不断在向着上帝挣扎、向着上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都是新的，我们每一天就都是新的，就怕我们不去做，就怕我们不想去向上帝靠拢。阿摩斯时代的以色列，他们的信仰其实真的是已经病入膏肓。他们虽然自诩为上帝的选民，他们自诩是蒙受恩典的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为了上帝来调整自己、改变自己，甚至是背道而驰。但即使如此，上帝仍不放弃他们。虽然在阿摩司书里面，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严厉的指责、批评，甚至于咒诅、一些控诉，但是在这背后，我们真是看到上帝对他们的爱有多深。所谓爱之深，怎么样？责之切。上帝会责备我们，是因为爱我们。他若不爱我们，他管我们有没有得救啊？管我们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天家可以回啊？随便你们哦，你们爱怎么做怎么做，才不管你嘞。可是上帝从来都不这样子对待我们。上帝在这里给他们指出一条确实可行的道路，就是今天的经文24节，这里说：“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公义如江河滔滔。”上帝期盼他们能恢复公平公义的生活，成为公平，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平公义的管道，好让上帝的恩典可以借着他的子民来源源不断的涌流出来。因为一个公平的社会会带来满足的喜乐，因为不论是富贵贫穷，不论性别地位，都一视同仁。上帝也说：“日头照好人，也照坏人；雨水下在良田，也下在荒地。”另外，那一个公义的社会将会带来永远的福乐。在罗马书第5章7节这里说：“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”待会我们要跟与主一起同坐席，一起领受圣餐。领受圣餐的过程都会擘饼嘛，擘饼。擘饼象征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，为我们破碎。然而擘饼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义，那就是公平公义的概念。擘饼在公平的面向，就是不分人种族群，不分身份地位，不分学识的高低，只要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，一生认定他，一生跟随他，服侍他，那么这样的人就可以接受洗礼，成为奉他的名建立教会的一份子。这是在公平的面向。在公义的面向呢，擘饼在公义的面向就是要顾念软弱的肢体。
因为在教会圣餐礼仪有一些就是为了好服侍的需要，我们都已经会切的，就是都切的还算蛮整齐的，大家大小块比较不会差太多。但是真的，我想我们家里，我们回家哈，自己买面包哈，这样剥哈，你就知道一定会有大小块，对不对？有的较大块，有的较细块，安尼。好，这个有大有小，无可避免。但是不论大小，都是怎么样？都是从同一个身体出来的，也都归属于同一个身体啊。就好像我们拼拼图，你把它拆散了。它是从同一块拼图里面拆散的，它的形状啊、颜色啊，可能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它还是可以再合起来，合在同一个身体里面。哥林多前书12章这里有谈到，身上若有不体面的肢体，就越要给它加上体面。人以为软弱的，就更是不可缺少的。建成教会一直以来跟随了马街宣教师的脚踪，在宣教上，其实建成教会留下许多的足迹。特别我们在台北中会将近100间的教会里面，过去一开始在黄六点牧师的带领下，黄六点牧师可能有些比较年轻的不太清楚，他们就是志和长老的父亲，好也是，我们现场在座也有仁和哥的父亲，然后他就是开拓算是设立建成教会的第一任牧师。过去在黄六点牧师的带领下，我们前后建成前后有协助了大约有数十间的教会的设立，无论是在财务上、人力上，或者在各种制度上，各种面向的资源，我们支持了数十间的教会开拓事工。意思是，建成其实一直以来都拥有开拓、宣教跟扶持弱小肢体的 DNA。如今呢？如今我们当然要把这美好的信仰跟传统继续维持下去。感谢主，待会我们在礼拜后会员和会的财务报告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过去几年，建成的对外奉献一直无愧于上帝的托付。上帝把他的恩典降下来，在我们建成教会，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公平公义的资源涌流出去。我们建成就是成为一个管道，涌流出去。今年我们又再多了一项挑战，就是圣餐奉献。圣餐奉献是什么意思呢？圣餐奉献就是在举行圣餐那一天的主日奉献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周报。周报的内页，在打开的左边，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啦哈，青年，你们可能比较不会注意这个。在上周的聚会报告这里，比如说我们以上个主日来看，出席的有75人，现金有7110元，然后华语堂有27人，现金有1850元，有看到这个数字哈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上个主日的主日现金就是8960元，就是2堂合在一起，这个就叫做主日现金，就是我们的投入奉献袋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信封，它不是属于用那个信封感恩奉献或是约定奉献的那种，就是纯粹就是用我们的现金直接投进去的那些。好，这个部分我们叫做主日现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每个主日都有主日现金。好，今天我们刚好要举行圣餐，那么今天的主日现金，我们又可以称为圣餐现金、圣餐奉献。我们计划从去年底我们开长执会的时候就有议决，我们计划以每半年为一个单位，因为我们1年会有举行6次的圣餐。那上半年3次，下半年3次，我们以半年为一个单位，就是以3次的圣餐奉献为一个单位。我们呢，用这样子的一笔奉献来作为支持社会、支持邻舍、支持肢体中弱势团体的需要，就是我们所谓不体面的肢体，
我们就是以半年为一个单位，用圣餐奉献来支持某一个单位团体的需要。今年上半年的圣餐奉献，我们长执一致通过，我们要针对我们自己台北中会位于土城，我们知道土城有一个看守所，对不对？哈，位于土城的金城教会，他们青少年事工的某一个营会来做奉献。你说青少年事工没什么了不起啊，但是他们的青少年事工很特别，他们自己教会的青年大概只有2、3个。外来的青少年有10几、20个，这些外来的青少年是属于怎样的青少年呢？他们是社区里的中辍生，或者是要试图脱离帮派的孩子。上帝给他们这样子的呼召，上帝给金城教会有这样子的呼召跟使命，也给他们这样子的在教会里有这样子的同工。可以来照顾，可以来教导，可以来扶持这一些边缘青少年。这些孩子没有完整健全的家庭，他们在帮派跟学校游走，他们要脱离帮派，帮派当然哪有这么好的事就让他们愿意？你愿意走就让你走吗？他当然不这么容易的让你离开这个帮派，一个组织，或者是他们就是中辍生，就是外面拉熟这种，拉熟就很容易被帮派抓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没有完整健全的家庭，也没有够用的社会福利制度。我们的社工师真的是太少了啦，好，要靠社会的社工师真的是缓不济急啊。没有够用的社会福利制度来支持他们、培育他们。因此，牧师有特别邀请金城教会的牧师，在4月底，我们4月底有一个奉献主日，就是校园事工奉献主日。我有特别邀请他来我们县城，因为我们对于他们的协助，我们用我们今年上半年，所以待会儿我们的圣餐现金1/3，因为我们还有2次的圣餐嘛，哈，上半年我们就是会用来支持他们这个事工。我会请金城教会的牧师在4月底来分享他们这个部分的事工。弟兄姐妹，甚愿我们每一笔奉献都是有意义的，甚愿我们每一笔奉献都能作为公平公义的用途。这是我们身为牧师、身为长执同工要继续努力持守的。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们的奉献，你们不单单是要向上帝交账，同样也是爱上帝、爱肢体跟爱社会的证明。团契生活不是只有在建成教会里面的团契才叫做过团契生活，只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地方，就都是我们的团契，都是我们的肢体，是我们的教会。圣餐不只是为了纪念，不只是为了感恩，更是为了要我们能积极的行出公平与公义的提醒跟记号。下一个主日，我们还接纳了泰雅尔中会金月教会他们在建堂修缮上的募款申请。这个原住民教会，它在南澳的一个很偏乡的一个地方。下礼拜他们会包一台游览车，40个人来跟我们一同敬拜。这2年呢，因为这2年刚好碰到这个疫情 COVID-19 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刚好在建堂修缮上需要协助的弱小教会，他们在募款上就显得特别的更加的艰难了。唯愿我们建成能继续成为公平的管道，唯愿我们建成能不断成为公义的平台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公义如江河滔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为我们这卑微不配的罪人预备了这极大的救恩。主，愿你的灵继续扶持带领我们，
让我们能常把主的话语放在心里思量，并且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咱来吟回应的诗202首，圣诗202首，通世界归主耶稣。圣诗202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通世界归主耶稣，一股罪难飘古。无论关山甲大海，拢总可以归主。通世界归主耶稣，全人类着拜伊。无论过去甲山野，全世界拢归伊。通世界归主耶稣，真阮可怜的声，你传播主的福音，传互大人拢听。通世界归主耶稣，天开咱的前期，他着为主来交战，通世界归伊，通世界归主耶稣，你咱天边家，有真最好的出题，更明听他的出，通世界归主耶稣，得胜的王金牌，凯旋地面达所在，阳光到通世界。请坐。这是咱要甲主同齐读。首先，咱来吟圣诗215首。圣诗215首，咱坐咧吟就好。圣诗215首，耶稣身躯替咱定死，咱吟全首。
欢迎去那属地教会陪参者，三天来受主的圣餐。如果你已经有受洗礼，或者是你小时候有接受小儿洗，长大之后已经接受过坚信礼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欢迎你一起来享受主的宴席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，我决断袂枵；信我的，也永远袂喙焦。就近我的，我决断袂去杀伊。”愿主耶稣的基督的恩典，甲恁三甲伫地。这是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，互人袂迄暝有摕饼，祝谢，爸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。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今仔啉的是，着今日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国来。咱伫领受圣餐的内心，也要学习主耶稣的模样，内心来向上帝来感谢祈祷，按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。摆设这个宴席，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。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血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互阮的心灵，拢会当伫信心的保守。来得到优赐，得到培养，得到坚固，互阮的一生拢会当荣光主你的圣名。愿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打破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你着今日来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你着今日来纪念我。”
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同心来领受。这个杯就是信仰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恁的是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请和尚领导。这个杯是信仰，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恁的事，就来纪念伊，请咱同心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这个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。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主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主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
由你欢喜接纳阮，所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的一生会当真做你行公义、好人民的即个原道，互阮一生拢会当荣光主你的圣名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这条奉献，请属献的同工来说法。让咱起立来念奉献的诗。请坐。下面公道的时间，请咱掀开内页，有大道的事项。咱为着机体，有陈经主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陈丽水、罗雪英、洪甘基、赵玲玲、林雪婉、陈美芝、谢丽辉、刘慧忠、罗胜雄、张惠良、陈秀荣、吴义梅、杜娇、林丽诺。为着开刀有萧福元，化疗有陈义丽。福建陈昭民、王世军、张兆明、张美梅、黄千惠老爸吼，救援牧师，那个开会，待产的就是新如吼，应该接近生产的时间，咱拢为因带到。第二项，咱为着咱会当伫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内面，用公平、公义甲人民过用神一人的团契生活。第三，咱为着全球防疫的政策，台湾本土疫情。甲世界局势就是乌克兰甲俄罗斯的紧张的情势，咱求主来保守掌权，咱大家同心为道，为声来会长永远对了。没有，他没有对，他是往下讲的。那个小声。他祷告时候往下讲，他应该是不错。
始志门牧师用那个无线麦克风还蛮大声，后来好像有变得有但他好调小。像是没有，他就是把它放下来了，他就把它我们分下来是这样，我说在拿的时候，好像中间有。没有那个声音很高，我已经设定到非常高了。OK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做阮坚固的石盘，成做阮的帮站瓦靠，互阮伫艰难困苦的时，通求救你的名。主啊，答阮兄弟姊妹中间，心身肉体、身体健康有欠缺、有需要的，主你一一清楚。求你照你的恩典施落伫阮的中间，帮赞心身肉体。欠安尼安慰因身体健康的需要，助力坚固因、医治因。特别，阮恳求上帝你用公平、公义甲人民，伫阮全世界中间，无论是阮伫台湾，无论是伫全世界各所在，特别伫乌克兰甲俄罗斯所伫面对这个紧张的情势。主啊，求你掌权，求你摆比，求你将这个一切拢伫你立你的中间。主，互阮全人类通过和平、公义、安全、平安、快乐的生活。主，阮感谢你。这点，我们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讲：愿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食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，咱请掀开周报。报告台先来介绍一位新的朋友吼，黄丽琪姊妹吼，黄丽琪来两边的所在，欢迎你来，毋通以后常常来伫阮中间来参加敬拜，多谢你请坐。伊是德南的胜利堂吼，德南胜利堂，好欢迎。来，咱来看本会教会消息吼，第一项。本日咱举行今年度第一摆圣礼典，甲主同齐祷。礼拜后，咱随时要召开2022年定期好会。请在席的会友的确留落来踊跃出席，也欢迎所有关心教会发展的兄弟姊妹参加来参加。第二，好会手册要伫礼拜后发放吼，咱有前几礼拜就一直伫讲这个事吼，你若有需要纸本的，你就登记。所以今仔日依然是有登记的，才会当领取啦吼。无登记的，咱请看咱的群组内底吼，电子档的报告吼，甲现场吼，电子档甲现场报告。但是另外咱会发行迄个财务的报表，这财务报表是大人拢通摕到。为着配合好会进行，咱本日的爱餐。要伫个好会了后，统一来领取吼，来发放。第三，对今日开始宗教场，伊所有的已经场所吼，已经开放通饮食，但是依然请大家三甲来关心着咱的防疫，做好咱健康的自主的管理。第四，本日下晡7点，财务同工的培训有报名的，请报名的会友到伫4楼的所在上课。第五，下主日2月27，
拄则牧师伫讲道中间有提起，咱就安排大家泰雅尔中会吼，金额的教会为着因建堂的修缮来募款，因拢总有超40人，因有一台游览车，3到9日同齐来敬拜，因有真好的献诗，咱知吼特别原住民因的献诗，因的歌唱的温数，所以咱后礼拜的确3甲来，甲因3甲来敬拜，也而且甲因3甲爱餐，了后抑佫甲咱咧建成的篮球队有友谊赛，吼，一天真丰富吼。所以后礼拜请咱准备备万心，也为着因的建堂来修缮来募款吼，咱来照咱的感动来奉献帮助因。团契消息，就是2月27日下晡1点，琴瑟团契，要伫新店碧潭来新村的踏青，请琴瑟团契兄弟姊妹踊跃参加。第二4月23拜六，少年团契退休会，因有真丰富的行程吼，新德公园、新德动物园、内湾老街，合兴的车站。佮刘新的漫画馆的旅游吼，真丰富。请少年团契来伫柜台的所在登记报名。奉献所在就伫这个，就伫遮，若有出入则过客来经济。咱来吟上言，圣诗510首，圣诗510首，俄罗提顶主宰。吟时后请牧师祝祷。咱就煞接要开好会，请起立来吟圣诗510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扶持帮赞，互恁众人有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；互公义，亲像长流的江河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立刻来召开会员和会，我们会有我们的同工来分发，我们有登记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拿到纸本的和会手册。